长面仁波切也是有所讲，如云极乐愿文中所讲的，若人回帮菩提萨埵众，教杀三界有情罪海重，发露忏悔无益所造业。什么意思呢？长面仁波切在那个极乐祈愿颂当中说的，一个人回报一个菩萨的罪过，三界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你杀死了所有三界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他的罪过是多少？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说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大的菜市场里面，就是每天宰杀的这些动物的量是多少？那我们就看到一个这种的情况的时候，也是非常害怕，对不对？事实也是这样，是很值得害怕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对境。但是如果整个的三界轮回的众生，那就比起大海里面的众生更多的整个三界轮回那么这些所有的众生杀死的罪过和你回报一个菩萨的这个罪，还是回报一个菩萨的罪是最重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众生来说，这些很多的细微的因果道理不懂，所以怎么说呢？下三道的众生的数量才是最多的，原因都在这里。众生是很可怜的，因为愚痴，在一个愚痴的海岸当中，根本就不知道因跟恶的区分，那个怎么说呢？善跟业的这个因果区分，所以非常可怜。平常都是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都会造很多业造很多的业，所以这些业的果报都是会只能是下地狱，只能是变成恶鬼，只能是变成畜生。为什么在六道的轮回当中，地狱的众生才是最多呢？地狱的众生跟恶鬼的众生的数量比起来的话，地狱的众生如同是在晚上的天空的星星一般。那么比起地狱的众生来说的恶鬼的众生，那只有白天天空看到的星星一样。那么白天的天空看到的星星的次数并不多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当然应该有看过吧。但是我也有看过白天天空有星星，但是我看过很多次，好几次，但是只看到一个星星。我看到星星的时候，白天看到星星的时候呢，也看到太阳跟月亮、星星三个都一起出现的时候，但是只有一个星星，并没有看到过两个星星在白天天空一起出现所以呢，你们也一样，我相信你们应该有看过吧？看过没有？白天的星星看过有些人看过，有些人没有看过。但是有没有看到很多星星白天没有嘛？所以就这样。所以地狱跟恶鬼的众生的量比起来的话，就是晚上的星星跟白天的星星一样。那么恶鬼跟畜生也是同样的。比如说恶鬼的众生呢就是如果是晚上的星星，那畜生就是白天的星星一样的。那么畜生跟人类也是一样，人类的众生如果是整个大地的所有的灰尘，可以说这个地球的所有的泥土都是变成灰尘的时候，那有多少的量？那就无量无数的量嘛。但是那人类众生比起畜生来说呢，那就是只是那一点点的泥土放在这个支架上，能放到这个支架上，那我们一个人的支架上能放多少的灰尘？没有办法放很多的那个泥土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就变成灰尘一样，就是量就那么的大，差别就是那么大。所以相当就是在人跟天人也是一样的区别。所以六道当中呢，比较好的地方跟人跟天阿修罗道三个那么为什么这三个道的众生才是那么少？地狱跟恶鬼畜生三个地方的众生才是那么多。原因是什么？所有的众生都是没有办法修持佛法，也没有办法再修持善法，
都是一直不断的在造业，而且最可怕的地方呢，就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造很多的业。所以修行的前面呢，要学习佛法的原因是这样的。没有学习佛法的话，就不知怎么去修持佛法。相当就是今天一个弟子跟一个上司之间，那么就有一点点的自己就是对与不对的感受，离开了他，而且是倒过来回谤他的时候，很多的其他的弟子也好像就是根本就不会去想，也不会去问上司，然后就是只是听他的，而且是他的话为什么那么相信呢？因为有魔的力量，鬼的力量，魔鬼的力量啊，跟他造业的力量，所以就很多人都好像就是同情他一样的，因为这个是实际上来说，你同情他，你也是会造业啊，而且你让他一定要下地狱，他真被下地狱，你就帮助他。一个人从一个悬崖的上面就不小心马上会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怎么样子去要进行什么动作，那应该知道吧？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呢，必须得要把他拿上来，不是把他推下去。那么刚刚前面的这种形式是，你就自然而然你就迅速把他推下去，他就永远掉到悬崖里面。但是这个他的死跟你有关系，因为你推下去的嘛，所以你也跑不掉啊。所以这种事情以后必须得要知道。因为我们佛教徒的所有的这种成为了佛教徒以后呢，下地狱的主要的原因都是这些，其他的造业方面都是会很注意的，不去杀人，不去放火，不去骗人等等的这些。但是呢，从戒律方面又不懂，所以就是更加的比其他的众生更严重的迅速的造业就下地狱的这种严重性。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注意。那你们想一想，就平常说啊，杀生非常的严重。那这里面所讲的三界轮回的所有的众生，都杀死了，这个的罪跟回谤一个菩萨，哪一个严重？那么如果是在我们的眼前，能够可以在引导你修持善法的一个善知识，他不具备菩萨的话，在你的眼前有没有所谓的菩萨的存在？这也是一件事情，而且是无论怎么样子，都是你跟他接触过传法灌顶，跟他接触过口传，跟他接触过灌顶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恩师，那你今天去回谤他的时候，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这个从我们在这个人类的人间的一个道德性方面讲的话也是一样。那么在中国就也经常就是说，怎么说呢？一日为师，终生父母是吧？终生为父是吧？那么这些都是实践的成语啊，连这种的概念都不存在的情况下，那就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个造业。那种的人会不会受到社会的这种同情，或者是那些是实际上来说的就不应该的。但是有些师兄又把对这些人有点同情，然后跟着他又跑来跑去的那种。现在还好，这些时间比较少这种事情，但是我们一开始到台湾的时候，这种事情是经常遇到啊。那么我是比较怕有这种人来的时候呢，了解了他与他的上司有出了矛盾的时候呢，我就必须得要用各种方式让他走因为自己怕，自己不想下地狱，没有其他的。如果是有能力救他的可以救他，我也会给他说，你要好好的去忏悔，跟你自己的上司忏悔。那他不听的情况下，那我有怎么办法呢？没有办法了。他带着这样的一个眼睛跟这样的心去看世界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世界都是不清净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我们在众生而言就是一个娑婆世界，根本就不清净的一个地方。那么没有办法再改变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世界的情况下，
那么他要改变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又不是佛，又不是菩萨，所以我们只能是要躲避啊，要离开，只有这样的方法，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你们也一样，以后就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遇到这种的情况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哎呀，其余的感受等流果，自己的言有无有威力，并且口才拙劣，虽说实语，可是别人不认为是真实的。在众人中发言也是气势薄弱，无有辩才。谈心的感受过，前面的那个什么气语嘛，对不对？平常我们就是说气语的话，就生生世世变成这样的，最后一样。你这真实的你说很多的实实在在的话，但也是没有人相信你。这种事情是经常都会有嘛。有些人就是说很多的假的话，也是很多人相信；有些人说真话，也是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的时候，你也不能怎么说呢？不能难过。要知道，虽然你这一次是没有说假话，但是过去是做了很多的假话，所以这一次当中你说真话也没有人相信你，没有人听你。你所讲的话你不敢讲，讲不出来，没有口才，然后就众人的面前你讲什么都是你讲的话都是没有力量。原因是什么？没有人赞同你，都是过去说谎的原因啊。所以就现在开始不要说谎的话，就这些都可以补回来，而且是要忏悔过去说谎的这些罪过。谈性的等流果现在谈性嘛经常嘞不能称心如意，经常遇到不愿意的事情发生，害心的感受等流果前面那个谈心的部分，那么谈心的部分我们不需要特别多的这个解释，这里中间有2个解释，就2句就可以差不多了。害心的感受等流果，经常遭受恐怖畏惧或损坏。邪见的感受等流果，经常处于恶见之中，各种欺抗扰乱之心。自本作人着康着